各位，當人生一切順利的時候，你們腦海中會出現怎麼想法？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，還是這次只是運氣好？但在那些決定性的時刻，你們是否偶爾會感受到一種看不見的手，是自己的計算無法解釋的？以色列的領袖約書亞在退休前最後一次問道：我們所取得的所有這些勝利，究竟是誰的功勞？他堅定地宣告：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為你們爭戰。約書亞記23:3，在這裡，希伯來語中爭戰的詞 Lakam 與意思為餅的 Lechem 擁有相同的詞根。在古代，戰爭不僅僅是戰鬥，而是生存本身，為食物和生命而戰的掙扎。這意味着，在你們每天堅持建立事業、守護家庭，僅僅為了生存而拼搏的激烈戰場上，是神自己為你們爭戰，並為你們開闢道路。我們常常很快就忘記，當事情稍有好轉，我們就馬上以為是因為我很優秀，這種驕傲使我們遠離神，最終導致永恆的失敗。因此，神打了一場最決定性的戰爭，就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當我們在罪和死亡面前倒下時，耶穌代替我們跳進了咒詛的戰場。他將自己的身體當作生命的餅 Lechem 獻上，為我們與罪和死亡爭戰 Lakam，並用他的復活確定了勝利。我本該付上的最沉重的代價，耶穌已經替我付上了。親愛的朋友們，你們現在是否正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？今天請記住約書亞的宣告：耶和華已經為你們爭戰了。當你們承認隱藏在成功背後的真正幫助者耶穌基督的那一刻，真正的自由和未來才真正開始。請與保羅一同宣告：我今日成為何等人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並信靠今天仍走在你們前面為你們爭戰的那一位。耶穌必定會為你們的生存和永恆的未來負起完全的責任。